原來咧仲有一個事蹟嘅，咁講騎陳如啦，其實佢咧係五比丘其中一位比丘嚟嘅，比丘即係法師啦，係。咁有咩咁特別咧？就好特別，因為咧係其實原來佢咧以前係跟咧佛陀咧係一齊出家嘅，即係伴住佛陀嘅，係啊。咁亦都咧佛陀咧初轉法輪嘅時候咧，就係同五比丘係講轉法輪嘅啦。係啦，咁而騎陳如咧係咁呢個咧就係咁講嘅，係佛陀咧出家嘅時候咧，出家咗之後咧，佢就修過苦行，修過6年嘅苦行，即係好苦行，即係好即係好辛苦咁樣啦，去修啊，即係好辛苦嘅苦行就修咗6年，但係佢辛苦嘅程度就真係好辛苦，冇人能及，咁真係好辛苦嘅。咁點知咧有一日咧，太子咧就暈咗喺地下，係啊，咁呢啲天子見到就即時咧去通知大梵王，即係正梵王。係啊，正梵王就係太子嘅父親，係就去通知佢嗰個天神唔係天子，天神就去通知正梵王啦，就話俾你聽啊，個太子暈咗喺地下，佢死咗啦。跟住咧，點知咧正梵王就唔信，佢就信咗咧阿斯陀仙人嘅預言。係啦，咁就冇去，唔相信佢啦，係啦。咁咧其實咧當時咧太子嘅母親咧去咗投身咗咧做天子啊，就係嚟鼓勵太子咯，係啊。咁後來咧太子都知道咧，其實咧苦行咧係一個好愚蠢嘅行為。係啦，咁所以咧，佢就決定咗要放棄啦，係啦，咁就開始攞食物食啦，就去開始揾啲食物食啦。咁嗰時咧，五個比丘咧，即係五個比丘咧，就見到佢放棄咗苦行啦，跟住就咧離開佢咯，即係覺得佢你修行修下唔修苦行，跟住就嗰5個比丘就走咗，離開咗佛陀咯，係啊，跟住咧，當佛陀就嗰5個比丘就去咗咧阿仙道，我唔識讀，係阿仙道處啊，係啊，嗰個阿仙唔知咩處嗰度啦。咁咧，跟住佛陀咧就去嗰個阿仙道處嗰度咧，就係揾個5個比丘啦，就同佢哋咧説法初轉法輪咯。咁所以咧。就係咁樣，騎陳如咧就係咁樣咧，能夠係了悟到咧佛陀嗰個四聖諦説法四聖諦，而係第一個了悟到呢個道理嘅人，係啊，同時間咧佢係受戒嘅第一個人啊，係啦。受比丘戒嘅人係啊，第一個受比丘戒嘅人係啊，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騎陳如比丘嘅一個事蹟嚟嘅，係啊，咁咧所以咧我睇《妙法蓮華經》咧就講到佢將來騎陳如就將來會成佛，而且咧跟住佢嗰500比丘咧，同樣同佢一個名號都叫做咧普明如來。係都叫普明，係啦，咁佢就具足神通嘅，同埋佢嘅國土咧係好清淨咯，係啊，《妙法蓮華經》卷第4。